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的阿明姑刘浩明。其实近家的人对外在的情势越来越注意哈，故事在经验唔啲喺美容啊、美发店都越来越多。你今日有请到来宾哦，有做美容美发已经做为几久哈？20岁时节、15岁时节都到台北去学习啊，一直到后来又回来我哋频道。然后同时，因为睇下揾業界地方嘛，做個改動人嘅裝修美來當嚟欣賞。啊，今日我同我分享，而家俾伊啲美髮嘅生涯以外呢，同時嘛分享，而後來以學啊等插花嘅一啲技術，還有同時也俾伊啲心得。那等馬上歡迎今日來賓裝修美來當嚟欣賞，修美好。主持人，然后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來自滿滿的客家人，我係裝修美，大家好。修美，歡迎今日來到我哋節目吼。咱頭一開始是講，近家人越來越對這家嘅外表越來越重視嘛吼。但是以前嘅沙飛地方其實冇按重視啊，佢早期最近我開始想要去學美髮咯。呢啲時間啊，我讀書嘅時間，我爸爸攏一直講，我讀書對這家嘅路較嚴啊。然後我講唔過我講讀書，我攏摕辦方啊，攏因為讀個幾久嘅美髮考試攏係倒數嘅。然後我講爸，我講我冇想要讀書嘅呢，我關鍵我咧學一技之長。然後我爸講唔好，我還是要同佢讀。然後我講唔會啦。然後我點的做嘛，然後第一時間我嘛喺這家報名啊，報高雄的樹德家商。然後我去報名的時間過先結哦，我就因為我講本來爸講唔會嘛，然後我就同弟講弟，唔同你開啲戶口名簿啊，還有爸爸的身份證啊，有冇同佢拿出來，然後我弟講好，然後我又真的呢，我又同佢拿出來，然後我又即家抽查去報名，然後報的啲老師講，唔會排第一階段還是第二階段送去團隊啊？講都係嘛第一階段，然後我又安尼嘛，然後我過來我又同我媽媽條講媽。你那邊講行來講，什麼人會好，一技之長較好，我有糖的花，唔過爸爸對평的花，我同佢處理一下哦。然後我媽講好啦，然後又安尼我又打包東西嘛，先寄送去啊，這個默默的又安尼送去，然後差唔多過年的時間，那有回來，又安尼。其實是媽媽提供唔同嘅愛叫做係學校，然後同時同我哋業界合作嘅啲學校。異地啊，然後我媽媽還會同我說咯，佢講按聰明咯，因為我讀安尼有冇，唔安尼色啊、黑啊，攏唔是錢，因為你哋學習有冇，攏冇乜個薪水嘛，因為我算咧迄公司會同我哋付我哋咧學費，安尼嘛可以給自己一個壓力啊，講。商人我讀嘅係，假使冇讀嘅咧話，我阿妹等我賠錢，有安尼。就是一方面可以幫這個ลูกค้า個省一些，個省一些學費嘅部分嘅壓力，同時嘛幫這個有啲學習嘅壓力啦，一定愛學會。但是我哋從來我講，其實做美髮嘅訓練地方其實幾痛，你講幾難，有時就會有幾多細條幾多啊，冇得講，有時候幾苦，其實有安尼經驗冇？有啊，第一時間是好家長，第一時間係睇好ลูกค้า嘅時間，我係ลูกค้า嘅最太細妹嘛。然後我媽媽一定嘛幾無限啊，我小學3年咯，然後洗米煮飯，還有洗貨呢，還有賣菜呢，然後煮菜呢。第一時間幫我媽媽訓練嘅，訓到國中畢業嘛。公正的人安尼送去做生，我感覺比ลูกค้า較比較輕鬆一點。我安尼做生啊，我哋咧設計師像調工用啊，如果講阿妹呀阿妹用安會做啊，像有段時間迄邊人下做嘅幾多東西啊，我沒有我迄一隻樹拿筆嘅，然後也譬如皮毛巾，也譬如夾樹嘛，我一轉我全部嘢做嘅方嘅東西，我攏豎起來嘅，安尼動作又較夾。
等于讲比起其他的同学来讲的话，你以前的录卡时间都不慢慢训练呢，变成一方面会做家事哈，一方面会处理几多其实超过人的年龄的事情。小學3年生，小學3年生，給他算的話，差唔多10歲呢，哦，8、9、10嘛，8、9、10嘛，哈，那差唔多10歲唔多。你看，你要愛買菜、煮菜，又愛洗貨。我會洗貨喎。係因為有的生意呢唔多咁洗貨，好唔多咁掂貨啊，哦，因為有時煮飯是還好，但是洗貨嘅件事對生意人來講嘅話，有的生意人會驚，但是你看，差唔多10歲冇到，你開始會煮飯煮菜，吼。等於講，你睇你卡，你把你訓練那種，某個事情你話過唔過？唔係講某個事情都會容易做好做偏偏，哈，飯煮偏偏，哈。可是我講，這時間的生意呢，實在是冇簡單的吼。你這個係睇哪樣？你這個睇品種哪係啦？這時間？這時間啊，係慢慢啊。係慢慢。係啊，慢慢存啊，有迄啲買主卡啲啊，較緊要攏抵嘛，攏摕啲票。可是一次都講合法。係啊，攏講合法。可是人家雖然講工作按久，但是人家合法還是按溜。係啊，嘛我講，像人哋我講合法摕台北啦，我哋去買東西嘅時節，我會躺喺調價誒搶掉，伊躺到啲搶掉係合法，我全部對講合法。我當東西買東西哦，攏比你較少，然後又有東西可以食，安尼。係啊，因為其實當初嗰度南部嘅行業嚇，南部人啦嚇，去台北工作，但是伊實際工作時基本講唔清楚係咩行業，但是有時談到上癮，然後當我這個合法時，都講佢似咩喎？係啊，嗰時陣即係15歲到19歲喺台北學習嘛嗬，咁19歲以後呢？19歲以後用人生來欣賞，然後我欣賞係風傘嘛，然後我講無睇票嘛。做誒過辛苦，無滿意的環境好誒，我又摕啲日本人開公司上班，伊做誒7、8年無安住。可是日本人做開公司嘛，係伊哋做美髮嘅伊哋內容係咪？工作嘅內容。錯，係啊。咁後來呢，要從我古來品種開點樣一件事情？因為我啲時節咯，過辛苦呢，我風傘。我坐火車哦，坐到屏東車站，然後我用航路誒航到啲太平洋百貨上班，安尼行咗7年呢，然後行咗想講，反正我睇下票安尼付出，公司講伊唔會做誒嘛，然後我講安尼幾可惜，我銀行經營安久誒，然後我又團啲日本誒老闆坐下來，慢慢嚟講，老闆。你既然要收啊，可是我也才剛結婚，也有小孩，然後我覺得這樣對我的客人要負責任啊。然後我同老闆講，冇啲東西盤本眼好誒，冇按到東西，唔會查那標咯。然後調價常常會麻衝誒，如果唔會開奶，然後我要帶伊去看哦，我講我要開一標，然後伊講安尼好啦。如果盤16萬而已，這時間這個嘛有對回啊、更會啊，然後我們就一筆，我就是70萬起家的，就裝潢店面。嗰時都等於如果工作係聽日本的公司，工作嘅7年以後，後來日本的公司會輸喺度，但是你把以後嘅嗰度以前用嘅嗰度工資全部地盤下來。等於這個概念嘅鐵皮嘅工資啦，哈，同時這個嘛要兩個歸順數嘅，因為唔幾時講我在以前可能要花另外一筆錢，但係講人家用買到人藝術嘅，你又唔放心，買新嘅又貴貴，嗰時用嘅其實係一這個以前工作重合地帶，如果順數用嘅東西，嗰時用嘅70萬，包括裝潢嘅開店，其實雙方人唔好算幾多嘅，但是最重要嘅係，你這個幾時嘅品種本來都有嘅銀行都冇做嘅。冇做，因為我啲時節上班吼，因為我啲看事情啊，我攏看較嚴實。因為我想我開一間新嘅，然後我用 Q 嘅東西，係咪我哋啲人下攏習慣嘛？因為係我基本呢愛即個開，唔係講也公司係睇下向開，迄伊唔會可以啊。人下嘛我講，安尼嘛有負責任呢，安尼反而當然我團捧場啊。
然后我们就真的呢就把客人这样带去都没有流失。係啊，一方面人冇講講，你即個咪從人來嘅老闆嘅人客，有啲人講啊，佢講講我哋設計師出去即個開店以後，把即個嘅人來人客帶過去，而啲人來都冇開店嘅，嗰度第二係唔係繼續去聽數而服務，亦都以人來服務嘅嗰種人客，嗰度第二講你開店嘅時間都有固定嘅人客群，有啊。嗰時你幾時喺台屏東，一直都見到差唔多開到店，可以遇到人嘅。我哋差唔多可以有20年嘅。哦，有20年。呀，20年底杯，我當初我出來開嘅時間有5個人出來聽書做啊。然後做嘅5年嘅嘛，我嘅啊，伊哋嘛會出去開啊。我是想講嘛唔怕啦。做善事啊那個，我這樣前後好像4批人對啊，其實你哋開店嘅老闆都有人嘅想法啦，因為其實佢當然嘛係希望講學嘅即個能夠獨立出去開一啲店嘅，我想大部分人都有咁嘅想啦。錯吧？係啊，這一天嘅啊，因為我哋以前嘅嘛係咁嘅空氣到呀。嗰時也19年來，即個都一直喺屏東開啲。從一啲日本人嘅店嘅喺來都開始開這家店嘅，一直喺屏東服務。唔錯啊！嗰種還是講唔好讀書嘅球迷，現在的一條迷法嘅路，那一條路底部其實行嘅幾用心，同時伊嘛行嘅幾多公司，係行嘅幾多人客嘅呀。有時行我哋行嘅就買幾多個種菜公司。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來自屏東一種球迷同我哋分享講，伊當初慶用嘅一學美法，同時鼓勵我哋屏東創業嘅一個過程。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先有講到講喺當初喺即個日本嘅東家嚇，唔該是老闆冇做嘅，老闆也要繼續啊盤下來，同時繼續去服務伊哋人來伊哋顧嘅銀行嘛嚇。但係從一般來講嘅話，像日本嘅嗰種入閘嘅銀客吼，入邊差唔多40差唔多一度用嘅40嘅人。對時間我哋服務的時間，伊哋嘅年齡差唔多都落在25到60歲都有。啊，可是在我手上，因為我哋時間嘛，22歲嘛，所以銀行差唔多30-40歲，然後做到給銀行嘛62歲。而且其實我有印象，我印象冇唔錯嘅話，因為其實已經算是百貨公司，已經算我哋講國級嘅一啲閣下嚇。嗰時伊哋嘅人，伊哋我哋講人客嘅嗰種，我哋講沙件 TV 拍國歌吧，嗰種講簡單些，算不有錢嘅人。伊哋攏係公教人員啊，老師啊，護士啊，就是白領階級的比較多。屬於個平穩的啦，好，就屬於平穩個高一些的安尼。因為喺屏東咧百貨公司來講嘛，伊算是會睇啲講個嚴密嘅一個俱樂部嘅用嘅一種方法。但係像這個安尼把一個顧人客開始繼續嘅服務以後，咁我人來人客係冇辦法去支撐講所有這個嘅數面嘛，咁你這個用嚟去開發新嘅人客。我以前係同我這個顧客講。我今天才不用虧你可以的話，你可以來參觀看看。那當然就是我們的裝潢，就是有跟設計師討論過，因為我也知道我預算有限，所以我找的空間裝潢差不多在20平左右，就差不多花到總共最後是70-80萬就花在裝潢。因為工具都買中古的，這樣就差很多了呢。差不多。真的啊。但是70-80萬元的裝潢，其實20年前的屏東嘛，算是一個太舒服的哦。
这时节上诶，因为上诶本人他感觉较好一些，反正钱嘛，可以慢慢的存，然后按年看，系啊。冇本意个，因为这个一开始嘅银行係人來嘅銀行，啊人來嘅銀行其實睇嘅固定嘅環境地方，已經有一種固定嘅感覺啦。冇本意講一下來就有睇到一太落差，感覺到講，攏去啲新嘅點嘅地方，感覺到，感覺講惡嘅嗰種感覺。咁將這個現象，其實但是呢些年來嘅話，譬如對屏東來講嘅話，可以幾多新嘅點嘅。嘛幾多嗰種如而家佢流行嘅快剪，一般人剪幾夾嘅快剪，冇都講有個，嘛我有幾多冇咁樣潮流嘅嗰種點嘅喺屏東方開。咁對你來講嘅話，從2024年來而家開按到點嘅以後，我係啲威脅冇，會是一個威脅。對我來講嘅話，剛剛唔會呢，因為我已經把我自己跟那一些的市場，我已經做區隔了。因為我很知道我要的客人是什麼的族群，那我如果有想要做那個族群的客人，我一定就是要增進自己的內涵，所以我還會去上一些很多的課程，包含像心理學的我也有去上，因為我們也是會透過我的銀行會介紹嘛，像迄嘛個卡內基的啊，對我的嘛我去談的，對談迄輪嘛幾多萬的，卡內基個貴哦。係啊，從我剛講去談過的時間吼，我睇中銀行啊，我同銀行各位分享嘛，然後分享我嘛各位問法哦，我同銀行聊天，我會問到看我會底的東西，然後我是在去找老師的時候上課，我就不會花冤枉錢啊，就錢花下去出來，我就是得到我要的東西。咁種頭都有講，唔知係已經啲唔知㗎，我服務嘅銀客群，如果你講已經知道自己的顧客群嘛，咁種下你銀客群一件事情，係對你某個時候開始發現到講，你這個係專門因為銀客群裏係等於。因為差不多喺那個時間開始發現的咯。本人激發出來的。因為我講咯。因為啲時間日本人啊，啲時間開店嘛，日本人都會提店方，看人哋用嚟做人啊。伊就同人講，Judy，我發現你每次做出來就是那種資深美少女啊，就是年齡層差不多在35歲以上的啦，他們的那個表情都是很愉悅的。然後他就說，你做這個年齡層的顧客，就是你很拿手。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在日商公司做啊，都裡面會有一個店長，那個店長就是專門安排你去服務什麼樣的客人，他就是那個客群的客人給你，他就是要抓他的回來店裡面的次數，一定就是100啦，他才會排給你的。所以我就慢慢的知道說，原來我的魅力，這個叫做個人魅力、軟實力嘛，這個是沒有辦法去被人家那個模仿的。那我就知道我的優點是在哪裡，所以我就是一直這樣子啊，就朝這方面去做。喺日本店嘅時間，應該都發現到講，這個對35歲嘅時間，嘅年頭嘅算是銀行來講嘅話，一方面你這個可能講法應對嘅時間，個合嘅同人嘅美巧，同時嘛可以打扮咧，個合人嗰種年紀嘅人嚟用嘅啦。可是你都發現到講，因為銀客群應該會差唔多落在30、35歲啊，呢啲銀行。對啊，是。嗰時從安尼對安尼，你這個已經畫出這個嘅銀客群以後，咁你這個會開始學乜嘅會加強乜嘅能力咯。因為從35歲冇到35歲到40歲，而家種人要求嘅東西係咪冇強用？對冇強用哦，因為我慢慢的會了解，一定係職業那個婦女啊比較忙。有時候你幫他們設計髮型，他們又想要漂亮，然後又想要好整理。這時間我哋都會用會推廣，我有考慮到，就是要站在他的立場，幫他想，然後
说，我有站在你的立场啊，帮你想怎么样去帮你设计一个你平常上班非常好整理的发型。那如果你放假的时候，你就是来我店里，就是我们可以帮你做 set up， 它的变化性上面也会很好。就是让他想要来店的次数一年啊，我们都会帮他做春夏秋冬。就是帮他做那种预告的啊，会有图片给他看，这是我自己的方法。对，如果你这个已经留到30岁、35岁嘅，算是已经上班的富人家伊嘛有一天的工作的经验，同时嘛有一天的收入。但是希望讲这个头那么看好了好看，但是整理嘛，过好整理，有些上班过无限，所以希望讲艰难整理但是有限的时间可以归到你嗰邊去修脏脏的，然後一年四季最好無像我先，安尼上班的時候那麼不你想講，每個都用同樣的先。可是你到安尼啲心思以後，可是其實對銀行來講嘅話，你都變成一個貴值得信賴的一個設計師。所以誒，更加店方啊，攏無做細條那攏會做剪燙染較多。好佳在我身上啊嘛，去訓練的，所以他現在是我很好的得力助手。我身上以前係做茶的噴彩的呢。然後我對伊講，唔做噴彩嘛係色彩嘛然後我講蒙滾出我就是訓練他染頭髮。他的染頭髮的技巧染的，我客人會說我要給你先生染了，我不要給你染。我說好，沒問題。這麼技術差在哪咯？我講我身上伊的細心度較好，伊的抹有冇安尼薄薄的安尼慢，然後我的銀行會感受到他的用心，因為我們在染頭髮的刷子的落點很重要，有的是這樣直立式落點。我先生他學會是要平衡式這樣落點，就不會直接在頭皮。我講我身上唔會擦的，因為吞銀行解釋，然後銀行都會慢慢的去感受，然後你還講還有剛剛摸胸痛摸胸痛，以前噴茶嘅而家撞到人家頭腦上面時，變得按油的手工咧伊的手工過油慢，伊的動作較慢，我個性比較急，咁樣嘛幾好，但係至少以下我哋一啲行業係唔好講啲行業地方私隱咧唔好啦，冇嗰個唔想做一件事情。我冇想到，而且個嘛簽出嚟一個專業嘅部分染頭毛嘅部分，咁你專門去染頭毛啦，剪頭毛啦，佢變人專業嘅。但其實安尼嘛，我講咯，雖然我冇在搶人客嘅，但是人家用廣播嚟叫我做一個事業。嘛，迄個幾好事情。我講安尼，人家本銀行安尼看，伊就嘛講我幾時看到做頭那毛的像唔安尼呢？我講用嚟講，我以前看做頭那毛的頭家娘有冇，攏做的要死啊然後身上聽到杯有小三啊，冇有罰老婆的錢啊，因為老婆安會穿咩，然後我聽人哋生活看冇到呢，我講安尼我幾感恩啊。因為老公無限，聽講咩要小三，因為老公染頭毛，伊嘛佢無限，係啊。咁像你這個安尼屯先生安尼看我工作以後啊，咁這個我感覺到講，從你當初現在也要工作，美髮要工作係錯嘅冇？錯嘅啊，我講幾錯個。當初15歲做嘢結婚，都幾嘛冇後悔？沒有後悔過。做嘛呢？因為剛剛我從事來做頭髮，我這個人比較注重家庭觀念、家庭教育。因為這個有3個4年嘛，然後我們也都是像我先生，他還是要去學校，也是要配合，要參加那個什麼親子交談都我先生出去，然後他也會利用早上的時間去國小當那個故事志工，講故事啊，對。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子的美髮的工作，因為就我們自己可以去彈性去做分配，我覺得這樣子很好。然後財務也自由，要賺多少錢就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裏。對啊。15歲結婚，像咪都人家唔會感覺到 healthy。
还有那节目除了同人讲以外，有另外一个想做的事情，就去插花。休息下我等下我就马上过来。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个节目我就来自屏东嘅庄秋米，同人讲伊喺工作地步嘅伊啲感想。我想请问下吼，因为咱哋提讲，即家已经有学插花学嘅8年啦嘛吼。你当初哪想去学插花咯？第一时间学插花，喺我第二下讲，我刚讲我睇工作的时间过急安尼啊，然后我想介绍你去学插花咧，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放慢脚步，然后还讲好啊，无来学空弄咩，以后要学个半年，然后要半年呢，方法讲学插花真的呢会让我的心比较静，因为它会比较静哦，是它有一些的花材是需要透过手的温度去把那个柳枝啊，把它用的比较软之后，我们要塑一个形状，然后还有就是也学习到配色啊，大自然的那个颜色哦，有时候配起来是很好看的。然后在这个插花的过程当中，你也是要去学配置，颜色的配置、区块的配置，还有整体的设计，有什么三角形啊、L 型啊，然后那个月这样子的形状都有，这个都是要学习。咁真係是學嘅8年以後，你這個有講，你這個過後嘅一種髮型，冇講做後嘅一種髮種。從過後去看的每年一度的台南有那個蘭花展啊，它的那個拖鞋蘭啊，還有最近那個什麼烏克蘭花啊，你給它認真看哦，它那個蘭花的那個配色哦，就是配的由深到淺，你會覺得。我们台湾的花农啊，怎么那么厉害呀？可以把那个花，把那个颜色你没办法想象的给它拼凑成一朵花。你如果是那种第1名的啊，它那个花的色配的搞不好一片兰花里面有3种到4种的色系，调和变一朵花，就很漂亮。可是染发係你這個過後嘅髮種。对，可是问题的染发用會變成插發嘅一部分，因為一般來看的話，染發如係這個本身是頭，有葉嘅有髮，吼，你一頭啊你不用看，染發用會變成插發地步嘅發出來。我们的蘭花可能就是在插成会用那种盆栽式组合，我们就是会把蘭花給它脫盆啊，脫盆之後我們會用水草去綁銅線，然後就是用組合的方式我們有時候也會把它當成組織你如果是插蘭花的時候，就是你知道什麼時候要插蘭花？花很貴的時候。蘭花下去，你再配一些草花，那種9重葛啊，它那個就是讓你的那個花材費用不會那麼貴，然後還有就是比較耐放然後我就覺得原來當插花的老師也不簡單呢，因為你春夏秋冬你的選花，你還要去考慮到我們學員那個要繳學費的時候，對，然後。老師就是帶我們去做配色這個的配色花我們在學習花的時候的配色，我覺得運用在我的工作上面那個染髮配色也很好。係啊，你像我們講，可是因為頭先講安度，唔單是講喺插花嘅型髮型，然後同時嘛喺色身嘅一啲，可能講漸層嘛高，或冇那種搭配嘛好嘛，咁這個對於這個人類一啲。工作來講嘅話，你這個嘛天頭毛嘛，剪頭毛嘛，其實剪頭毛嘛係剪出一種形出來，然後天出嘛天出來形出來。但是染頭毛吧，這種色身的這種搭，因為有的人講你的膚色要適合染這樣的頭髮，你等於講你叫人染嘅頭毛色同染嘅染落你的皮膚，還是要有一些搭配嘅嘛。嗰種你這個係學插花以後，係咪對你這個嘅染落嘅工作有進步冇？嗰個有影響？有，從學嘅插花來替補我會囤
人下分享讲，爱好插法，有可能有段时间阮拿商品比款的，然后可能讲，错啊，创底调那模式啊，嘛可以去配合，配合你不要就是抢一点省啊，你可以做挑染啊，你做挑染的话，你是不是让你的这个头发的立体度也会变好？然后你又想要让皮肤白的话，那当然就是颜色就是要跳脱要有深浅。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自从插花之后，我很会比喻，这样子让客人就是点他马上懂啊，你的沟通就不会拉太长。哪个意思？哪个人很会比喻啊？我们在跟客人沟通有那种比喻法。比如是说你如果是针对这个发型的颜色一直讲，客人他听不懂，因为你无形当中你的设计师的专业的术语，很多的专业术语就出来了，客人哪听得懂啊？他要的来就是我就是你颜色上去，我就是要变漂亮。那我们就是会跟他讲说，你可以看一些花的配色啊，还有就是找一些我们衣服的配色。搭配那个都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安尼表演提供都是做出来安尼新的一种原来色变成另外的色的时候搭配方会更好看。希望用最讲的来，我马上安尼，其实有的人迄感受唔到的啦。里面还有银行的层次啊，因为他们经济能力很好嘛，他能买的东西也很多面啊。那你当然就是要提升自己啊，那所以你就是要借由像我刚刚说那种比喻法，然后跟他分享，然后他就觉得，你这个设计师跟外面的不同不会只有拿色卡给我看，因为你拿色卡给客人看，客人看不懂。尤其讲，其实你等于对这个皮肤的色神无感觉都无安全啦。可是你如果拿色卡帮我们如果要色卡帮我的皮肤上面。很用的一种感觉，尤其色卡对人来讲可能够清楚，但是对银行来讲的话，伊这个感受无感受到安多。可是你这个都更加伊的经验比较，像比如讲一般来讲的话，头那模式按免疫色下，无得讲伊用的这种洗洁剂应用的一种更好。种牙问题啊，嘛几多银行问来，然后我听讲因为是大环境的关系嘛，空气都不好。还有我也会说，你要看你工作的环境是在室内啊，还是有没有戴那种防护罩，就是护理人员。我说如果你的工作是处在这些环境的话，你建议当然是要每天洗头。那有的时候，你超过3天、2天之后没有洗头，你再洗你的头发会掉头发。这么好因为我们的毛囊有一个凹槽，它那个凹槽它会堆积你的油脂啊、汗水啊，那你如果你用洗发精，你又挑选不对的话，那是你的那个毛囊就洗不干净，你洗不干净的时候，你那个就会掉那个油啊、水就会掉到你的那个毛囊，就会萎缩，它就吸收不到空气，那这样子头发长出来就比较细。那你看像我讲这样子，有的客人都听不太懂了这个时候我的比喻法就出来了我就说我最近有种白水木啊，你看我那个白水木，我2天不浇水我那个叶子就是垮掉，对，那我就是灌了2桶的水下去之后，我的叶子马上就站起来，对，我就这样子跟客人分享，然后客人说了解了。黑了，按你讲简单，因为这样子比较简单啊。毛囊那个讲完我都快睡着了。而且你根本唔是那种毛囊，上那个腰是唔比。但是你讲白水木，它跟人讲可能那种植物嘛对。然后有浇水有淋水冇淋水有淋水一路冇洗啊冇淋水吧，一路容易真的我洗不快了呢。我洗不快，抽吧。可是安尼真的都冇想到讲好一个插法。唔单止学到这个，用这个的心情个听，同时嘛学到一种用植物的方法，用这个的人客可以提供ที่设施能用的搭配，听伊讲用去保护这个的头毛。可是我同我讲，用你ที่上面冇写法，可能真係對頭
头脑毛发，如果对头皮来讲的话，好嘛，如果有点伤害啦。咁的话，一般来讲，我哋要选择用的洗头脑毛的洗发精咯。洗发精目前就是有分油性的，然后那个抗头皮屑的、落发的。那现在我的客人哦，大部分都是因为上班族嘛，会长期熬夜啊，那个都是出油的状况会比较明显。你出油状况明显的话，相对的你的油清不干净啊，你就是会有那个头皮屑跑出来，那所以就是要用油性的。那有的时候你也要看哦，有时候客人的头皮太油了，你单纯那个洗发精是洗不干净的，你就是要再用一个叫做头皮的去脂凝胶，还没洗头之前，你就要先把它涂放在你的头皮，透过手的温度啊，去给它按摩，然后停一下，然后再去洗头，然后再搭配你的那个油性的洗发精。嗰時如變成講要兩套，伊個過程，咱可以把個頭腦毛上面的油洗係咪差不多？好啊，沖牙的時間我嘛會比喻一種的有一個，沖底啊洗年的洗這個便當盒有冇？遇到的時間按油，伊那用一絲絲的，當然有突然講媽媽奇怪呢，我嘛有用底洗呢，用洗了面迄個油，還講。非法咩？你用一絲絲的，當然嘛洗唔清，唔拉白啊，係啊。像有段時間然後嘛，我講阿媽用油性洗呢，洗頭腦毛都唔會碰啊。然後講因為貼油嘅，然後再加一罐東西。你講頭腦毛貼油嘅，嗰時用以前以前這個。嗰時用這個嘅油性的嗰種洗髮精，安尼還是唔拉白咯，稍微。伊還要再加一罐同來講嘅頭皮去脂凝膠，得50迷你洗，差不多15年用100就可以了。冇安尼長區嘅髮油冇對頭皮骨糟呢，安尼會用啦。聽到伊哋對美容嘅美髮嘅一種熱愛吼，等到球迷，今日嘅節目裡邊都發現到講，其實對入邊即個嘅工作，對攝影師嘅時嘅選擇來講嘅話，伊真係會感覺到講，當初攝影師好彩行嘅一條路，我更加唔單止也要欣賞天數向下來做染髮，也雖然呢把也家庭嘛顧個規劃，不過今日佢咁差，我哋球迷嚟到現場，我哋分享到人故事。謝謝主持人，然後謝謝觀眾，謝謝。謝謝下我第一聽下你先來看運動哦。我看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